台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讲到美国总统当选人川一个月20就要上任啦。最近伊是一直讲要把这个零兰买落来，就专家认为讲，若准有个零兰，就当将压到中国和罗西亚的行动，挺好来确保到美国本土安全。另外，这丹麦总理25要和川讲电话，伊是表示讲，川是足认真，真想要爱个零兰的。位伫北极圈内底，格陵兰80%拢予冰雪砍掉咧，就是丹麦海外驻地领地。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即要第20就职，不过最近积极展现对格陵兰的兴趣，而且也想要用武力达到目的。丹麦总理弗瑞德里克森第19甲川普通电话来沟通，讲只有格陵兰会使决定家己未来，并且认为讲川普要处理这个格陵兰是认真的。Og som formand for Naalakkersuisut, museet i øvrigt har sagt, så er Grønland ikke til salg. USA er vores absolut tætteste allierede. Vi vil altid gerne arbejde tættere sammen med amerikanerne. Det gælder i alle forsvars- og sikkerhedspolitiske spørgsmål. Det gælder også Nordatland. 因为格陵兰的地理位置真特别，川普有意伫格陵兰加强军事部署，就出来严密掌握中国、俄国军方的经过周边海域，来确保美国本土安全。再再来，格陵兰拥有高科技产业不可欠缺的稀土矿藏，也有有石油甲天然气。若是有这个格陵兰稀土的开采权，对美国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。两个人通话大约45分钟，无针对格陵兰问题的达成结论，敢若同意继续保持对话。川普也无公开讲到通话内容，而是伫社群媒体转达一篇2019年的民调结果，内底显示68%的格陵兰人支持脱离丹麦来独立。弗瑞德里克森也向川普强调强化北极安全的重要性，讲丹麦对着美国增加伫格陵兰军事部署是保持开放的态度。另外，中国电影音平台抖音的海外版 TikTok 伫美国的禁令会伫19生效。有专家预测，若是美国禁止 TikTok， 中美的紧张局势会阁升悬。拜登政府倾向无爱执行禁令，交予川普政府来决定。华盛顿邮报指出，川普考虑伫上任了后发布行政命令，暂停60到90天执行 TikTok 无爱卖就禁的法案，予 TikTok 有时间来找其他解决的方案。因为川普也已经邀请 TikTok 执行长周受资来参加1月20的就职典礼。另外，一方面，根据气象预报指出，川普20就职典礼迄天，华府地区的气温会比往年同期零下1度的平均温度较低，由北极风暴发威，20上悬温只有零下6度，而且有强风，是1985年已经过身的美国总统雷根第2任就职的40年来总统就职日上低温的天气。国际新闻，新乐培编译。